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1月初1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又有咱台湾人伫咧中国失踪去，台湾师范大学退休的施正平副教授，按去年8月开始，就伫中国行方不明到单。台北市都当局公告驻地条例草案，打算要求送餐平台业者爱替走车送饭的人员保意外险。彰化县专门咧收留流浪动物的收容所，目前所内动物已经超过资本按算的2倍了。观众朋友，又有咱台湾人别讲伫咧中国失踪去，台湾师范大学的退休的施正平副教授，按去年8月开始，就伫中国行方不明到单，拍算是家属惊伊变做甲进前失踪的李明哲同款，会受审判落狱，才一直唔敢甲咱的政府提起这桩变故。陆委会是讲，中国到单还无甲咱通知，因有要限制施正平教授的行动自由。当然，咱嘛继续关心伊的安全，甲配合家属的意向，提供必要的协助。面册最后一篇发文，留伫去年7月底，台师大退休副教授施正平传出伫去年8月份伫中国失踪到单，已经1年3个月。安尼为施正平的面册，会当看到伊定发文讲政治，佮不公开批评民进党甲蔡英文政府。事实上，两岸关系其实并不存在于利己的冲突，两岸的对抗实际上多由于绿营操之过急的去中国化意识形态操作的结果。因为施正平无出席今年查某囝伫美国的毕业典礼，引发朋友怀疑。传出朋友佮把经过管道询问，知影施正平牵涉个案理由，向关电北京。中国军方佮提醒卖假问，加入烦恼变做李明哲第二，一直无向官方要求帮助。刘辉强调，若是中国有限制施正平的人身自由，就应该向南方通报。按个目前还未收到相关消息。媒体报道，台师大退休教授施正平先生疑似在中国大陆失踪。经我们洽刑事局了解，陆方并没有向我方通报。这个案子的处理，我们会持续跟相关机关保持联系。刘辉讲会尊重配合家属意愿，和因必要协助。为正前李明哲、李明居、南亚学者蔡金书，到即马向看做过去国民党本土派施正平，中国以国安理由掠台湾人，敢若已经是无分哪力。若施正平8年前台师大发出声明，强调施正平伫学校教学期间情况正常。去年2月份退休了后，无甲学校有特别联络，学校对了后情形嘛无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近来送餐人员走车安全引起大众真关心。今日台北市道当局公告外送平台业者管理驻地条例草案，内容是要求伫咧网络接订单，互人叫饭这业者，定着决定爱替走车送餐的人员保意外险。搁有就是风台天一定爱休困，袂用得搁再调这的工出来走。另外嘛，着爱替因这人员上课，教因职业安全的知识。国庆连续假期连续发生外送人员死亡意外，台北市劳动局首创公告台北市外送平台业者管理驻地条例草案，未来会要求外送平台业者爱对外送人员投保意外险，风台天停止外送，发生集在8点钟内自动通报，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另外，爱对外送人员上职安教育训练课程。我们不再论他是承揽或雇佣，只要是他在登录有案的这个契约成立之下，24小时之内，比照劳保要能够完成这个保险的这个契约认定，都能够用经济平台去撮合你的雇佣关系，撮合你的承揽关系。你当然有条件，也有办法做到资讯零时差。不过，部分平台也是坚持甲外送人员是信任关系，也是透过货运公司指派第三合作关系来向外送人员责任。对此，台北市劳动局强调，不管是信任或者是故乡，台北市驻地条例拢适用处罚。嘛要求甲外送人员签合作契约，24点钟内都要投保，意外险袂当比200万较低，实际收付袂当比3万块较低，无上悬会当罚10万块。那现在的这种境外电商的一个运作模式，常常它连商业登记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哈？我们这边好像还没有做到这个事情哦。这个我们会内部再讨论。
台北市歌颂平台自治条例预计会伫10月底进前送台北市会审议，不过因为地方制度法相关该当罚到10万块。另外，平台公司登记伫台北市，涉及事故是发生伫台北市才受到规管。台北市劳动局强调会配合将法规做执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亚洲南边的巴基斯坦一国发生火车爆炸，原因是人客竟然伫咧火车内自食，结果鸟鼠仔空母甲变员工门，这回爆炸造成74条的人命牺牲，甚至阁有人是因为跳车逃命才摔死。巴基斯坦政府的铁路部承认安全管理有过失，嘛讲会赔偿死者的家属。金额测起来，一个人是将近台票64万。救护车伫咧被烧甲拢臭火大的火车现场出入入，将救出来的伤者送病院。但是，互人更加心痛的是，这内面有真侪不幸死亡的乘客，烧甲拢臭火大，无法度辨识。路边阁有一寡乘客是为着要逃出搁咧行的火车火场，怎直接跳车煞不幸跋死。गाड़ी में इतनी तेजी के साथ धुआं फैला, इतने खतरनाक तरीके से अवाम इधर उधर खिड़कियों से मुंह निकाल के बाहर सांस ले रहे हैं。巴基斯坦铁路部新任疏失，除了火车设备老旧，佮再加上长期以来唔捌严格控管伫咧火车顶悬主食的违法情形，会赔偿每一位死者家属150万卢比，相当于台票64万。另外，还提供伤者50万卢比，相当于台票21万的医疗费用。部长艾哈迈德证实，这场严重的死伤意外是由乘客2罐加速桶、一个加速炉所引爆。上台省有一位的车人员捌要求乘客莫煮食，但是离开了后，乘客就点倒加速炉继续煮炸饭。拄头先是一个车厢爆炸火烧，但是因为车灯咧行，窗外的风引流到连接的车厢内面，煞造成火灾小连续爆发。规台车有3节车厢烧甲真严重。फिर मेरी वाइफ ने छलांग लगाई, गाड़ी चल रही थी और मैं भी लगा रहा था कि मेरे ऊपर आदमी आ गए, फिर मैंने गाड़ी रोक गई。这嘛是巴基斯坦10月当来上较严重的铁道意外，乘客将火车当作是走卡使用是真世常的代志，为着要省钱嘛贪方便。另外，巴基斯坦大部分的铁路设施上老旧，嘛互人真有意见。但是，有一寡好运逃过一劫的乘客，认为是火车顶悬的电器故障、烧拍电，可能才是主要的失事原因。这台烧掉的太子格马特快列车，是伫咧经过旁遮普省南部的拉西摩亚尔罕的时阵发生意外。迄当阵，当由巴基斯坦南部第一大城克拉吃开往北方的城市瓦拉尔品地，车顶真侪乘客拢是准备要参加年度的宗教集会。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关心火火烧较光的首里城，这是代表奥克纳瓦的历史甲文化。莫讲城内7栋主要的建筑拢烧大大，算是的历史文物，搁较是有影恶估价。管理首里城的那霸市消防总部的拍火人员，一直检查城内消防的设施，发觉讲导火的起因，可能是发生伫咧无斗自动泉水器材的正电。来看美国联邦的众议员，所有的众议员做伙投票通过咯，通过对美国总统川普要开始办理以国会立场责备总统，甲伊弹劾这款的调查。既然决定要调查这本地众议院内底关系情报，阁有外交事务甲监督迄几个委员会，伫咧调查川普总统的内容，甲一寡列做秘密的文件，都拢总爱公开互大众了解。川普本人是讲，这是美国有史以来上界大规模要冤枉人来食罪的行动。众议院10月31日用232票对196票甲4票弃权通过，因为乌克兰门事件对总统川普启动弹劾调查的决议案。共和党阵营大动员无一个人走票，全部拢投反对票。民主党颠倒是有2个人倒向敌赢，因是纽泽西州甲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法人阿个彼得森。川普2016年大选伫这2个地区的投票拢是赢的。今仔日的这项表决结果是自从1998年以来，众议院第一届采取具体行动向弹劾总统的方向。I don't know why the Republicans are afraid of the truth. Every member should support allow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o hear the facts for themselves. That is really what this vote is about. Democrats are trying to impeach the president because they are scared they cannot defeat him at the ballot box.
虽然原本伫咧众议情报、外交事务监督的几个委员会内底，闭门进行调查，还有列做机密的文件，全部拢会用听证会的方式来表达伫咧大众的面头前。第三个委员会即礼拜有团国家安全会议的乌克兰专家，陆军中校温德曼，还有3个国务院的官员，得到的罪证是愈来愈侪。接受调查的前一天，已经透露的国家安全顾问提姆·莫瑞森证实讲，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确实去互川普摕来威胁乌克兰。政府对民主党拜登爸仔囝进行司法调查，毋过莫瑞森表示，伊个人无认为讲这是违法的行为。9月份去互川普开除的国家安全顾问波顿，也是众议听证调查的重要证人。消息指出，波顿对川普的宽无手段，还有伊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昔日起对乌克兰的政策是真无认同。波顿手里可能有第一手的证据。波顿的律师表示，波顿无意思要主动去作证，将伊若是法团票执行。波顿的听证定数预计21月7日来举办。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蔡英文总统拼命人员，众人拢对副手的人选真关心。明仔载，蔡总统和前任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双人拢会落去台南，甲赖清德一手牵出来，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助讲，这也是党内总统初选到单，因两个头一摆共台。这敢莫那表示讲蔡赖甲已经有谱啊，总是双人拢无直接表明。来说化解视察工程进度，总统蔡英文希望讲会当伫明年1月7日专线通车，目前完成率已经达到92.8%。毋过即马选举的时间伫要到啊，蔡总统嘛会拼四杀政绩，拍出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重新登来到亚洲数销量的第1名。毋过针对大家真关心的副手人选，拜六蔡赖两个人可能会伫咧台南替林俊宪来徛台，敢会是初选了后第一届共台？蔡赖配敢是已经准备好啊？我去查了行程了，明天确实有这个行程哦。那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集结全党最大的力量哦，让我们在下一次就明年初的选举哦，可以打出最好的成绩哦。不但总统要赢，我们国会也要过半哦。蔡总统强调讲，全党团结，若是赖清德副选嘛，真积极伫做。伫台北市的第一场扫街拜票，选择伫咧党内总统初选的时，真挺赖清德的高加如，嘛真大方回应讲，甲蔡总统共台的问题。那看来应该是有机会跟蔡英文总统一起替林俊宪委员加持。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共同努力，让林俊宪还有台南市6席立法委员都能够高票当选。很多人都希望蔡赖配这个洗手式。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大家报告很多次，那没有进一步的补充。毋过针对蔡赖配，赖清德赶快是无加讲啥，敢若强调讲替蔡总统助选是民主的必然，嘛是伊的责任。希望讲全党团结一心。毋过去互媒体问到讲，伊进前讲韩国瑜是内部的机材，到真甘也阁是。赖清德嘛真笑亏表示，进前是机卡，毋过点嘛是奇怪的机材。记者综合报道。昨高雄市议员伫咧议会内底起卡动手。两大党拢有议员去拍甲伤着，早起总质询民进党这边10个议员，就安尼规气伫议事厅点点踩落去，佮再三一直报上昨双方面起冲突的镜头，讲要谴责国民党用暴力。国民党的陆淑美副议长是讲，大家大个换细个，毋是干那民进党有钓着，双方面拢嘛有去听着皮。经过一暝冷静，民进党议员对于前一天的暴力冲突，火气也是未熄，决定用静坐抗议。整个国民党受到指挥，欺人太甚，我要进行静坐。民进党10名议员抱着绕跑市长上超过布条啊，直接伫议事厅内面坐落来，荧幕上一直放送冲突的画面，指控国民党男性议员对民进党的议员施暴是无分男女，而且国民党议员刘德霖、刘辉受伤，嘛是共党的议员所做。刘德霖议员的伤连环是曾俊杰议员因为在争议当中造成的。民进党议员轮流批评国民党，主持会议的国民党籍副议长陆淑美出面提醒，要求议员登去座位质询，强调不是国民党无愿意协商，是民进党无接受，哪里再度互相指责。我也拜托你们不要只截取外面，现在在本区也摔倒了，我也受伤了啊。大家都受伤了，我专心都跳了，我刚刚你还跳到我们林义迪议员的身上去，我把他锁喉了，你都没有看到画面，你只播出你要锁喉了，我们谁锁喉过谁？民进党是继续放送冲突的影片，认为事件会当交由社会公平。议事厅内面，哪里继续互相指控？记者李小安、柯进准高雄报道。
高雄市的韩国瑜市长是请假无去市议会，早起伊去到桃园观音甘泉寺行香，伊讲家己香夹起来，体会到天人感应，互相中间会通。伊阁话讲要带台湾倒转去亚洲四小龙内底，会互人欣羡的迄款地位。高雄市长韩国瑜听基层新社的旅途来到桃园，找伊早起前往观音甘泉寺来参拜。这届改换真有感情的路线，表示讲家己是来拜观音的，感觉天甲人之间是会当感应会通的。强调讲要做政治的人应该爱有同理心，看到人民受苦，就应该体会民众的苦。我们要重新擦亮台湾这个招牌，回到亚洲四小龙让人羡慕跟骄傲的地位。以台湾人的智慧、勤劳、认真，我们一定会有机会。韩国瑜话声要带领台湾登去亚洲四小龙，让人真骄傲的地位。韩国瑜呼吁民众爱甲政党的色彩单调，思考台湾的未来要走向倒位。虽讲充满感情，毋过也是会记得爱杀竞选政见，包括引起讨论的游学支票。虽讲去互教育部回应讲要实施是有困难，毋过韩国瑜搁一届强调讲，少年人爱赶紧甲国际来接接，快速国际化，批评蔡政府是锁国的路线。所有的年轻大学生、硕士班的，你一定要1年出国。我们要快速的国际化，我们绝对不能让世界忘记了台湾，我们也不能让台湾忘记了世界。最近的修的什么国安法跟中共代理人法，这些完全是让民进党在这上面挑拨大家的感情，制造仇恨。就说为是批评民进党并来到选举，就会操作两间的议题。大选开始到达时间，韩国瑜真拼死咧走基层，嘛继续伫咧针对伊的对手民进党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逼出有人利用职务甲女性骗色的案件，市政府的副发言人黄静莹，就是人普遍咧称呼的学者，哪像去互市府的顾问刘家仁搅了超过分寸。早起黄副发言人表明讲，这条案件已经进入调查的程序，关系细节伊就无要阁加讲。台北市高文特市长目前是讲，工课路互相若有识较差，双人先隔开就好。风声互市府顾问刘家仁伫工课的时阵骗色的学姐黄静莹，伫代志压出来了后，第一间出面，但是对于详细的部分无愿意加做回应，敢若讲已经咧调查。市长指示黄副市长当 PM， 那组成专案小组。那昨天既然这个议会有要求要劳动局介入调查，那全案就是进入调查程序，所以细节方面就不便再多做回应。1个月内能够在委员会调查中初步做成结论嘛？啊，那会告知双方当事人。根据了解，刘家仁常常以工课的代志做理由，甲黄静莹接触。前一天伫市议会质询的时阵，洪指控刘家仁强烈抗议，用骗色来形容这个案件。台北市长郭文特认为，工作上有问题，甲伊两个隔开就好。工作上有摩擦啦，什么那个是当一回事，我就把它隔离就好了。自己说要无限上纲，我觉得有时候。莫认了，我觉得这样的，既然要求调查就调查。我每次都在讲 SOP flow chart， 要不然就交给那 SOP 去处理嘛，就照正常程序去处理嘛。若是调查的结果讲这个是骗色，刘家仁敢是爱请示？郭文特强调，按照调查结果，若是有，就爱处理，但是莫先入立场，爱安怎做，就安怎做。记者郭灿阳、郭振玲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台中市晓明女中昨安排各中2年的学生去到台南詹文青年活动中心。露营3天，一寡同学拍哭，围起来咧煮暗顿的时阵，雅俗灌煞汹汹爆炸，害甲11个学生紧急送病院，有4个伤势较严重，爱住院治疗。总管内雅俗路规个爆炸，消防人员伫咧查原因。台中市晓明女中拜四安排各中2年学生到台南詹文青年活动中心豪华教学露营3天。伫第一暗煮暗顿时阵，突然间传出爆炸的声音。将这学生因为闪袂赴受伤。目前就所有的后送患者呢，总共是11位。那患者呢，多为那个脸部及那个手部的烧烫伤。现场是疑似那个瓦斯罐那个起火。台南市消防局接到报案时，派人到现场救护。初步看起来是雅俗路使用不当，可能是会员离雅俗路伤晚。公益啊，离炉火太近，公益啊。晓明女中讲，这边活动有480名各中2年的学生参加，发生意外有将这学生惊到，受伤的11位学生内面有1个人伤势较严重，身躯10%面积有1度到2度的小烫伤。目前据了解是大概有1位
还是2位稍微皮肤受的比较重一点的伤，但是其他的就是有喷到的啦，或者是有红肿的这样的。那我们也希望孩子尽量给他们最好的服务，找最好的医生来为他们治疗，然后让他们尽快的恢复。台南市消防局讲，因这种管仔的瓦斯炉离会员唔通伤火，若无瓦斯管可能会爆炸，所以伫咧买这种瓦斯炉的时阵，要特别注意，要买合格商品。记者综合报道。2017年，有公司伫咧捷运站设一卡的箱仔，讲号做快出宝，要互人寄货退货。结果，这间企业的负责人姓孙的这对翁仔某，唔是真正要经头路，是要利用快出宝吸人来投资，落尾款甲188亿做一个赶走。这件人到单也咧通缉，当时嘉义地检署连带30个有摊钱出来的投资人，嘛做伙起诉参类。不过，当地方法院一审审判，讲这投资人无诈骗犯案的企图，拢总宣判无罪。嘉义地检署侦办快取宝违法吸金188亿的案件，除了负责人孙姓翁某甲另外一名王姓嫌犯到即马还未抓到以外，检方嘛另外阁起诉王姓投资人为首的30位投资人。不过，嘉义地方法院一审宣判结果出来，认为30位投资人无罪。他们基于投资人的原因，站在投资人的立场来拉拢其他人，再继续投资。其实他们是不具有这个非法经营银行业务的犯意的。所以，我们这次为无罪的判决，主要是从他们的意图这个部分来切入，认为他们不构成这个违反银行法的罪嫌。针对法院的判决，地检署认为这个案件是亲像鸟鼠会安尼一点一点扭人，所以针对第1线、第2线，甚至是第3线的投资人，拢会来进行调查。一审判决是这款的结果，地检署表示真遗憾，会阁针对判决书的内容，阁提出上诉。检察官在例庭的时候，还不断的整理相关的见证的资料，来以一个被告为一份的补充理由书，然后向法院陈述我们的证据跟意见。还就这个部分没有充分的审理，这个部分我们也深感遗憾。负责人孙姓嫌犯3个人，以保证利润逐个月有2%到7%的条件，用人故公开招募股票手法来吸金，违法吸金的金额就有188亿。地检署认为，这未只是3个人都已操作的金额，会阁整理相关的证据，提出更较完整的说明。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来看彰化县专门咧收留流浪动物的收容所，按今年7、8月开始，就已经收到壁了。目前所内有300多只的动物，已经超过自本有法度收留的2倍。早起，几项的动物保护的团体做伙去到县府门口抗议，要求要改善收留的环境。保护动物，政府失职，政府失职。几落的动保团体来彰化县府头前抗议。因为彰化县的动物收容所原本敢若会当收161只狗仔甲猫仔，但是目前已经收超过300只的流浪动物，收容的数量是超过真多。真侪流浪狗互关伫会青的人内底，收容的环境真歹。在收容所有限的资源下，我们看到的是前面的先天不良，后面的后天也没有得到调整。目前发生的人权冲突的事件就是过去怠惰的结果，几百只的狗在那边践踏、扑咬、受伤、死亡，然后这个只能默默的看着他们这样子无辜的死去。动保团体认为，彰化动物收容所会受到超崩，是因为彰化县今年发生真侪人甲狗仔的冲突，县府伊就要解决民众的不满，对原本敢若掠有危害的狗仔，变做大家拢掠，才会出现超崩的状况。彰化县农业署承认讲，确实收伤济，但是兽医师拢有用心在顾，嘛积极在找新收容所的地点。在收容所的这个空间上，我们目前有35位的兽医师。实际上各位也知道，因为送过来的很多都是有生病的老的，那我们的兽医师也会积极的去照顾。那死亡当然难免，那我们县府绝对会去找一个适合这些动物居住的一个家。但是呢，请大家支持我们县政府。根据农委会统计，彰化县的流浪狗超有16000多只。动保团体认为，敢若靠政府目前掠的政策无法度解决问题，县府应该赶紧甲动保团体讨论，提出更较有效的源头管理政策，而且嘛要提升收容所的动物福利。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统计讲，平均测一日有20个幼囡仔因为发生交通意外受伤，甚至是死亡。为着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知识，
伊嘛特别委托民间制作儿童交通安全的影片，提供予大细间国校拢通用作教材。特别要注意的是，因为交叉路口转弯车辆会有内轮差，在等候时一定要从路缘往内退3大步的地方做等候。学生要过车路之前，常常无注意到车有内轮差。影片以实际过车路场景来做题材，提醒小朋友，但要过车路都要退后3步。过马路就会注意大车，就是公车，还有那些比较大型的车子或汽车后面会不会有些东西，会有些车子或行人。看如果红灯或绿灯秒数比较少的话，就不要强行过，等它下一个绿灯再过。交通部统计显示，12岁以下儿童平均每天有20个人因为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或死亡，其中5成拢是要过车路时阵发生意外。则特别委托民间团体制作交通安全3道影片，目前应加入所谓课程、甲教师演习的实数认证。教育是占7成啊，然后我们的执法占2成，工程占1成。所以教育的扎根，把安全教育放在这个我们教育体系里面非常的重要。教育部表示，这7片影片是有系统性，来推广由老师单线运用，伫综合活动或者是单线学习时间，希望会当甲正确的交通安全知识。记者综合报道。目前精神病病院甲诊所内底，敢若2成字，计共108间有咧提供家庭的护理照顾，这100几间，佫有一半是设伫咧6都。按起来就是讲，当下佫有17、8万的轻度甲中度精神病症的患者伫咧床头，拢无人看顾。精神卫生护理学会就建议讲，爱互全国600几间家庭护理所拢参加落去照顾精神病的患者，安尼问题才有法度解决。公司以恶的距离，剧情描写精神疾病患者因为无愿意去医生看，无照期间食药啊，出现随机杀人的事件，引起社会关心。有专家建议，应该甲全国618间居家护理所来入去精神照护职业范畴，才有机会改善精神病患者可能会造成的社会问题。当你有出现妄想幻听，甚至于比较危险的情况的时候，我都能够及早的在这个时候做很好的护理。最重要的是，我提醒了这些患者服药的重要性。根据统计，有领精神重大伤病证明者超过20万人，全台立案的精神科医疗院所有482间，不过敢若108间提供精神居家治疗，超占2成2，而且一半集中伫咧6都。特别注意的是，病医急重症的病床敢若2万多，意思就是讲，还有16至18万的轻重度的精神疾病患者伫咧社区拍走。所以，精神卫生护理学会认为讲，有受过精神护理相关训练的居家护理师，会当协助家庭访问照护。而且建议来入去健保给付。如果病人的病情还没有很稳定，他甚至怀疑你是有什么对他不利的人，那这些都是你前面要去克服的。你要到一个不熟悉的领域，面对不熟悉的人。不过，卫福部认为，精神疾病患者甲一般慢性病的患者，不是全部拢同款，家庭访问嘛有安全风险，建议会当照长照，先提出试办的方案，再过来研究全面开始的可行性。记者综合报道。国中、国校的学生去到学校，未上课进前，拢有30-40分，家己读书也是运动的早起时间。为着要学生囡仔这项较有议量，有的学校嘛会接纳外口的志工妈妈来斗教课。不过，当时有台北市的市议员表出讲，遐个志工妈妈咧教的教材，有的是会引起争端哦。台北市教育局就讲，学校该当爱先把守，了解互详细，才通互人来斗教。今天家具妈妈要讲青龙帮帮忙。讲绘本的故事活跳跳，小学1年囡仔是听甲耳仔拍拍。严小姐是成德国小成功故事妈妈，一礼拜有一天上班正经来学校讲故事。可能就是跟生物有关，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有一些环保的议题。那像因为他们刚上1年级的时候，会对哪一方面的那个就是故事主题会有兴趣。台北市小学成功时间为8点到8点40，学校会当看家己的状况安排读故事、参与这寡活动，但是基本上今年级拢有讲故事。最喜欢什么活动？就是爱情妈妈讲故事。说故事组之外，古诗英检的认证组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我们针对学习比较低成就的小朋友，有开一个所谓的卓越班。
引进外部资源甲家长，增加活动多元。但是9月时阵，有家长向时代力量议员订情。大安文山一间小孩彩虹妈妈讲故事的时阵，亲像咧传教。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已经请学校来注意审查，包括他的课程的设计、补充的教材，还有师资，通过课划会来了解，然后适不适合来入班来上课。教育局指出，最近无家长投诉，不管是成功、综合活动，也是社团，补充教材爱送课划会来审查，勘写性平议题，一定爱互性平会来审查。记者孙新志明台北报道。前线直接看4号高速公路台中环线丰原接潭子之站，丰原3号的崩坑往西行这线早起举办贯通典礼。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和高速公路局工程人员做伙来参加庆祝。林佳龙部长嘛讲，丰原潭子段头尾长11公里，即马敢若剩1号的崩坑还未贯通，按算3冬后就会规线通车，到小头1号高速公路的车逝了。响起爆炸的声音，工作人员是非常欢喜。崩坑2头的工作人员做伙见证，辛苦终于是有了结果。国道4号台中环线丰潭段、丰原3号崩坑西行线，将要进行贯通。交通部长林佳龙以及交工局的工程人员，将要共同见证贯通典礼。全国大台中的环状快速公路网进入新的阶段，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未来将有效地疏解国道1号的压力。国道1号、3号、6号跟4号的连结就打通了这些节点。那特别再加上我们除了国道4号丰潭段以外，国道1号接74号快速道路，这个已经年底会来动工。那可以说大台中的路网就四通八达。国道4号台中环线丰潭段全长11公里，工程单位表示，这路段地形非常特殊，加上岩体强度真足，节力真发达，施工的难度真高。整个隧道的周壁非常的薄，所以我们在打这个洞的时候，周围太薄的地方，我们就要小心慢慢的去走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所谓不是非常高的地方，所要执行最重要的问题，不能让它有破洞。工程单位表示，时间的过程有真侪处发生错摊，克服加固了后，伫今仔日3号崩坑西行线进行贯通。目前除了1号崩坑还未贯通，2号崩坑的东西行线，3号崩坑的西行线都已经贯通，以前若是顺利。民国111年底，会使全线来完工，打造大台中的环状高速公路。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今日早起，环保团体指出讲，台湾目前还有真侪县市咧食地下水。不过，照环保署公布，过去5冬地下水监测的资料，会当发觉有的地下水水质真是歹，因为污染实在严重。因也呼吁讲，政府唔通搁伫咧水流的通过，遐个地下岩石有断过的地质断层带，开放人去设粪扫场。嘛，着建立平地山区地下水流各种背景的资料，才会当保证民众食水方面的安全。也标记化口号，呼吁政府袂当伫咧断层以及海边设放台场，因为环保团体对环保署104年到108年所公布的部分公有放台场地下水监测资料发现，海边断层带也是挖进断层带的放台场，地下水污染拢真严重，氨氮以及总有机碳拢远远超过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高雄，发现台南，发现新竹。这3个县市特别严重，那台南跟新竹呢，它的严重性是掩埋废弃物，这个垃圾等于就是泡在水里面。环保团体表示，对环保署的放台场地下水检测结果，22个检测项目当中，超过检测标准上侪是台南市、高雄市和云林县，拢有6项；新竹市和嘉义县嘛拢有5项。因为目前真侪县市甲地区，阁是咧啉地下水，也是河川水。一旦粪扫场材料无好势，也是选唔到所在，拢会造成地下水源的污染。除了民众有可能啉到垃圾水，就连养殖业地下水的安全嘛会受到影响。地下水监测标准每公升才0.25毫克可是它都是超标几百倍的啦，都是位在断层破碎带上。
它就是会渗透下去嘛。另外，款团嘛要求伫咧南投草屯喷射场边啊，挖紧爱寮活动断层带的郊区含人工湖应该停止设置，嘛呼吁政府袂当伫咧断层带设放大场，并且爱严禁废弃物乱抌伫咧浅山，佮爱建立平地地下水背景值的资料，才会当确保民众饮用水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仔，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食水食水。人会当无食饭，袂当无食水。总是水伫咧人生中间启示咱真侪道理。尤其时事新闻，谈山论水，国政捡几句甲水有关系的字句，来甲观众朋友互相探讨。头一句咱常在咧听，讲饮水思源头，食果子拜树头。实在讲，台湾人咧讲话吼，拢要将道理拆互足详细。本地古早人讲饮水思源，咱吼为着要讲吼会当理解，就甲补一句讲食果子爱拜树头，这有影呢。就亲像民间咱常咧讲，若成语讲叫做知音多报，毋过咱吼惊讲多报，台湾人听无啦。所以真侪戏台顶的小声小段，就甲即句话改叫做知音报本。当然，国政搁再举一个咧，嘛有人永早册顶头有读着一句讲。君主爱财，处之有道。原来共款，咱戏台顶这演员，惊讲君主讲落去，你听毋捌，搁补一句小人。毋则顶句讲君主爱财，处之有道，下句赶紧甲你补充讲小人爱财，不顾体面。这就是台湾人讲话的艺术。饮水思源头，提醒咱补充一句讲食果子爱拜树头。当然，山甲水互相对比。这另外嘛表示别种的意思，就是讲叫做环境。毋则时事新闻内底有一句话，讲叫做近水知鱼性，近山生鸟音。这有影。永早人敢无诗句咧听讲，近水楼台生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对啦，接近水边，你就知影鱼的声；接近山边，你就会听到讲哇，这款叫声，这款啼叫，这是倒一款鸟只。另外，佫无共款，即款叫法，别种鸟叫，所以近山咱就生鸟音。毋过山内原来有山内的溪水，这时事新闻原来来比评做人的道理。顶句讲叫做越重越退，山溪水；下句讲叫做越反越复，消人心。这比评讲，若山内溪水熬涨，毋过嘛快退。若比评做人呢？小人甲你引代志，本地咱讲好啊，伊就安尼明仔载困一醒，搁来反悔，安尼叫做越反越复，消人心。毋过当着即个搞反悔的人，你心肝爱掠好定。当着问题，咱看看来解决。因为时事新闻原来甲咱教讲，水太清则无鱼。有影咧，头拄咱才咧讲近水知鱼性，你着伫咧水边知影讲，这水遮清有鱼，咱着掠起来哩。对比下句。人太急则无治，人若想过头赶紧，有当着吼，你嘛无法度有迄款脑智，有反应来解决问题。所以当着问题，咱真正着爱看看设法来解决。讲到当着问题要解决，咱来看农食欠工、分林管的问题就真严重。县府统计讲，田园无人斗做，欠将近要1万人的骹手。虽然分林管一直咧争取讲，劳动部你着开放。农业的外国劳工，毋过因为台湾都还未甲菲律宾啦、越南啦遐个国家签农业劳工的契约，代志煞挡掉咧。但分林县张立宪县长是讲，中政府都要小带念农民，设法让现时的外国劳工休困日会当来斗做农事。全勤队人员来到鹿农场，发现有业者非法切割即劳工，阁有即间蒜头加工场因为无法度用机器来掰蒜头，而且非法的挖即劳工。根据昆林县政府的统计，这1-2冬来，每一年非法切割即劳工荒了有300人，做农业工课比例上悬。非法工作的这些外籍人士的话，那一年大概有200-300位左右。那目前以农业类的一个所抓到的这些非法的工作的外籍人士占最多，大概达到80%以上。照国家的立场，你在我们法律上是讲这处罚无毋对，但是讲你即摆老化这个问题无解决，就是讲是毋是讲暂缓一下？
云林县政府表示，云林县人口老化是真严重，原来差不多搁欠1万人来做事。虽然这几年中央开办示范农业外籍移工，煞未含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尼4个移工输出国签农业劳动契约，无法度来解决欠人的问题。 咱扩工是事实啦吼，咱嘛希望讲目前啦吼，咱的行政单位啦、移民署啦吼，那会使讲吼体会农民啦吼，莫造成农民真大这个恐慌啦吼。那我相信吼，会当短暂性的吼来弥补。我们当然是希望就说可以的话啦吼，可以稍微睁一眼闭一眼，放宽一点标准啦。张立宪表示，云林县是农业大县，做10人的年会阁偏悬。 欠人的问题是真严重，目前含东南亚国家的契约嘛无共识，无法度来补欠人的问题。希望中央提较侪配套，嘛互合法的工厂的移工伫假日的时阵做散工，来补欠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支持香港反送中的运动，台湾各地头拢有人设连农场，要互人写离大单发表意见来声援香港。是讲新竹市东门城这片连农场，因为东门城地下道要翻，连米就要收煞起来。主办单位的团体因是讲，一定会搁另外找所在落去设。早起，伫咧香港捌因为卖中共的禁猪，去互政府掠去关一站的册店的头家林永基，嘛有去到现场坐镇。 香港人为着要争取民主甲自由，已经修订煞5个月过，发起反送中抗议行动。伫咧新竹市东门城地下道，有一座新竹的农场，顶悬搭真侪新竹人声援香港的纸条啊。为着要感谢新竹人的支持，香港东路湾册店的头家林永基再起来遮，希望台湾民众会当继续支持香港。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打压，从来没有放松，哪怕是先跟他撤销那个送中条例。 我们香港人其实面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也希望台湾这一块，北方新竹这一块，虽然地方很小，但是也是为香港人打气。希望台湾这一块，你们的台湾的朋友，去对我们一个不断的一个支援宣传。 因为新竹的农场所在地都要进行工程，过不偌久会暂时拆除。不过发起的团体嘛决定伫咧附近搁另外找一个地点定设置。香港运动的头人黄之锋嘛特别录一段影片表达感谢。很多人会说，今天香港，明天台湾。我希望台湾的朋友可以支持我们，让今天台湾，明天香港，有一天香港可以像台湾一样有民主跟自由。就是一种对香港的支持。那希望它能够遍地开花，让每一个台湾人、新竹人都知道，事态的严重，跟我们要守护的是什么。香港反送中议题引起全世界的关心，真侪所在都发起活动支持香港。新竹的农场卖遍地开花，正做继续声援香港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高树乡一对20桶花姊妹啊，刘文英和刘义伟，本身是读观光餐饮科的背景，因一摆就是去到日本，食到芳甜、水粉佮饱甜的羊芳粿，才决心倒转去故乡。自起网仔石开始，过来落井，一直到收成，拢靠家己的力量，一手种出真歹发、真歹顾的这款阿鲁斯的网仔粿。一透早就来温习，来来回回巡视。刘文英和刘义辉两个姊妹啊，当无用来照顾因的宝贝阿鲁斯网纹羊芳粿。这日本品种的羊芳粿，会使讲是大家公认正恶种的品种。详细甲看，逐丛种出来的羊芳粿，又搁大又搁圆，而且纹路密搁济。两个姊妹啊，才为大学毕业，就成功掌管温习。种出甜蜜蜜的羊芳粿，其实因有家己的工作方式，就是分批种，可以平分我们的工作量。不然如果只有我跟姐姐两个人，其实一分地这样是一次种是种不太出来的，而且这又是属于比较细心的农作物，我们需要一株一株去细心的照顾它。刘义辉讲，一丛简单收一粒，2分地的瓜园，因得甲分做4区来顾，而且分配来种，通好确保羊芳粿品质，嘛互工作量平放。两个姊妹啊，为什么都袂晓？四界向专家请教，去农改场上课，了解高树土芽较散的特性，最后总算敲测出适合的种法。这是日本进口来的种子。
我们就靠设施来克服，对，也是有克服出来。这边全部都是用温室的设备，然后我们的土是使用泥土栽培的，它会比较减少病虫害。即阵头一批羊棚龟500粒已经全部采收了啊，而且透过配送已经全部卖完，市场反应也阁袂歹。两个姊妹仔脚踏实地种出好食的羊棚龟，也互人客看到少年农民的潜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大内闸门溪边有一大片人讲叫做9月西的花丛，就是甜柑仔草。真侪人客拢专工行骹到来遮赏花看草。啊，在整个社区发展协会嘛，用因专业的解说，阁有用甜柑仔草做出来的纸甲染出来的布这款工艺品，来迎接远方来的人客。过中秋了后，天气淡薄仔转凉，有人讲是9月西的甜柑仔草，伫溪边已经开一大片。台南市大内区的大内桥骹已经有一片真水的白色地毯，溪边真侪游客畏远路来欣赏这幅秋天的美景。今年啦吼，咱的闸门溪的甜柑仔草吼开了够水吼，即马当在大开吼，一般在开花是中秋过到咱的10月底吼。会开了足茂盛。当地石仔罗社区发展协会嘛为游客讲解地方的特色。这片溪边的甜柑仔草和山里的瓜芒花，两种植物拢伫秋天开花，生了真红，定会风拂唔着去。它们区分就是田根之草长在溪边，那我们的瓜芒花长在山谷，它们一样都是禾本植物，可是它们在开的芒花会有所不同。在曾文溪旁，在溪边的芒花的田根之草，它在开的时候它是会开两边。那芒花，但瓜芒花它是开一边。社区发展协会把运用在地特有的甜柑仔草来制作手工纸、手呢布，开发真侪手工艺品。朴实的美感、环保佮实用，为社区找出新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县沿海地区的线西乡是通县内介管的范围上介矮的乡镇，因为教育的资源都有较欠。线西乡棒球推广协会黄富民理事长13年前就开始推动地方的棒球运动，佮成立棒球队，就是望讲，互在庄的囡仔经过运动会当增加自信心。大力讲球，囡仔人伫咧球场耍野球，黄富民伫咧边仔一个指导囡仔控球的技巧。伊虽然毋是讲野球出身的，不过因为伊兴野球，也介意故乡，所以就伫咧彰化线西乡推动基层的野球活动，希望线西乡这个彰化面积上细的沿海乡镇，也会使有耍野球的休闲娱乐。因为13年前，我们整个家族以及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我们仙溪乡呢都没有球可以打，所以刚好就13年前组装棒球队之后，现在渐渐的让我们的国小、国中渐渐的有成绩。为着培养线西乡的运动风气，黄富民也和地方教会合作，结合地方的企业和社区力量，连续2年举办囡仔人来耍的野球锦标赛，鼓励弱势家庭做伙来享受讲野球的趣味。那我们希望用棒球运动来改变孩子的世界。让孩子在假日的时候可以走出户外，远离手机，培养孩子积极努力向上的好品格。体力就是运动比较好，然后想说就来打打看。黄富民自投入推动基层野球的活动，就是10多年，一路行来拄到袂少困难，起起落落。不过，伊希望透过野球运动，增加偏乡囡仔的自信，也让社区更加团结。记者综合报道。顶真拼命声。全世界头100名科技研发奖，这是由科技界的奥斯卡这款丰厚的大奖哦。今年度得奖的名单刚公布，美国以外有12项技术得奖，其中咱台湾就顶5项，包含感情治疗的新技术，还有提升旧电池回收利用的效能的新系统，拢是今年大大引人注目的好表现。
研究人员提起有一泡一泡伫顶面的珠珠进行说明，由工研院研发的仿生多毒种珠珠制备技术，会当有效活化人体的 T 细胞，提升抗癌力。都是圆球形，所以它的刺激效果可能就是有限。那我们现在如果可以改变，借由它的表面积增大，对它防身的话，其实它可以提高它的倍率，因为我们要把足够量的T细胞打到身体里面，它才能够去对有效的清除癌细胞，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所谓 T 细胞是人体淋巴细胞之一，主要是避免细胞被感染，或者是抵抗癌细胞的攻击。新的技术研发，伫咧和医学团队合作了后，证实会当增加几100倍 T 细胞，佫会当提升癌细胞分子的辨识能力，得到2019年全球8大科技研发奖的荣誉。但是今年台湾的得奖技术唔敢若一项。传统的方式是利用筛选再重新匹配，但是我们这个技术是不需要的，直接拆下来之后，它会在使用过程中动态的去侦测它的状态，然后去动态调配它的一个使用的情形，效益发挥到最大。真的不行之后，才去做类似废弃物的回收的动作。一般电池模组若长时间运作的时阵，较优秀的电池会较快坏，而且一个故障就规组拢去了。但是瑞巴系统利用人工智慧控制电池模组的放电负载，会当整合身躯电池的模组都能进行有效率的搭配，并且提高系统的稳定度。相关的技术有可能运用到电动车充电站等等的方面。事实上，我们得过的奖，事实上90%以上都已经有产业化的一个成果。有科技业奥斯卡之称的全球8大科技研发奖，今年100项得奖的技术当中，有12项是来自美国境外，台湾就占其中的5项。未来拢有机会和国内外大厂进行技术移转，带来新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滨北高中餐饮科有3个学生参加农委会农粮署甲连锁的便利商店做伙举办的全国美的料理比赛，得到金牌甲12万的奖金，佫通去日本学习。便利商店这边佫甲这群学生的作品开发出特别的料理，打算明年伫因的店头就买得到哦。便利商店甲农委会农粮署合作举办全国美料理比赛，看谁较够用台湾的米去做料理。滨北高中餐饮科有3个学生，经过老师的指导，领32间高中高职计共75支队伍，用好看头、滋味阁赞的毛豆鸭肉送炒面得到金牌奖。利用天然色素来染成4种颜色，分别是火龙果，然后橘色是胡萝卜，用到胡萝卜皮。然后绿色是地瓜叶，白色是洋葱，用烟熏鸭肉是可以带出那个毛豆的特殊风味，然后让这道菜不仅有鲜艳的外观，然后可以更有那个烟熏的香气。为了参加比赛会当有好成绩，滨北高中的老师甲学生自半冬前就开始打拼，去屏东各地头找找好食材。上尾决定用龙山公司的米果粉、茶城的洋葱甲火龙果、丽江的毛豆、盐埔的鸭肉来做料理。上新鲜的是，因摕米果粉做造型特别的米，有望声更较侪少年人来食米。很多年轻人都不怎么吃米，然后我们想说融合现在比较多人吃的面，然后让大家都可以提升食米率。那我们作品的整个最主要的一个特色是，它不只是可以常温保存，它还可以冷冻保存。滨北高中餐饮科这3个学生的作品伫比赛得到金牌奖，因开发的毛豆鸭肉送炒面，按算每年伫便利商店都买得到，让全国的消费者拢有机会来食新。记者综合报道。拄当休困日搁接近，各地头气温的变化看互真。北部23度到29度，中部25度到32度，南部26度到32度，东部23度到29度，金马平湖21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后礼拜咱再会，多谢。